好，Hello，大家好。我係希兒啦。專業領域咧就係按揭及貸款顧問啦。上一次咧，我有分享到咧，由一個我以前好唔中意做銷售啦，到好中意做銷售咧，就係因為睇咗呢一本咧銷售聖經。上次我就分享到啦，關於聆聽呢一方面啦。聆聽真係好重要。你試諗下啦，如果對方一路淨係講佢自己嘅嘢，一路咧就係講佢自己業務啊，咁其實又點樣有空間去詢問對方，聽到更多對方嘅一啲可能而家遇到嘅困難啦，遇到嘅需求啦，所以聆聽其實係非常之重要。好多成功嘅企業家都有講啊，做生意咧自己千祈唔好喺度自己自嗨啊。你要揾到客戶嘅痛點啦。如果你嘅產品啊同埋服務咧都係可以解決到對方嘅痛點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已經邁向緊成功嘅一步啦。今日咧就講第二個法則啦。第二個法則咧就係講話，如果咧除非你已建立咗良好嘅關係，否則咧不要涉及談呢個銷售嘅話題。係咩意思咧？呢一個作者咧 Jeffrey Gitomer 啦，講啦，佢話咧，如果全部條件一樣嘅話咧，其實人啊係偏向咧係同自己嘅朋友做生意。但係咧，如果喺條件唔一樣嘅底下咧，佢哋其實都偏向咧，都係會揀自己嘅朋友咧去做生意。係咩意思咧？假設有一個床褥，OK，服務大家都好好啦，價格都好好啦。點解我唔揾我呢個咁信任我中意嘅朋友去做生意咧？但係如果個價格爭少少，唔係好影響我個決策嘅，其實係可能服務咧冇話 A 公司咁好，但係我真係好中意你，我又信任你。其實咧，人咧都係普遍咧都係會揀翻自己嘅朋友咧去做生意嘅。好，大家就試諗下啦。如果今日你一個咧好唔中意嘅人同你講呢個床褥有幾好啊，有幾好用啊，其實咧你又抗拒佢啊，你又唔中意佢啊，其實咧你已經唔想再聽佢講嘢啦。佢一味淨係喺度自己銷售自己講嘅嘢。但係又諗一諗啦，有啲人咧好多朋友，但係咧其實咧你有冇俾對方知道啦？其實你業務係做啲乜嘢？咦，其實你強項同其他公司啊，其實做嘅嘢有啲咩唔一樣咧？有啲人雖然好多朋友，但係咧佢好中意你，但係又唔知你嘅業務係做啲乜嘢喎。其實咧 BNI 咧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地方咧，就係咩咧？就係有一個業務嘅探訪。我哋咧可以好名正言順咁樣啦，就係同對方去做一啲業務上嘅了解啊。但係同時間咧，如果當我已經係抱住個心態係想同你做朋友嘅時候咧，其實你諗下，我都想同你做朋友，我係想更加了解你，去認識你，甚至係咧，我喺一個會面嘅時候咧，其實會了解你啊，唔止係你嘅業務啦，你嘅強項啦，甚至係你嘅嗜好啊，其實你屋企係點樣噶？究竟你屋企有幾多人啊？好似我咁，我都會盡量俾對方咧知道我嘅業務係做啲咩，我嘅強項，例如係我係做按揭已經係15年啦，專係解決一啲難題。同時間咧，我已經結咗婚喎，我老公係馬來西亞人。你俾更多嘅人知道你嘅時候，原來我有一日有個朋友馬來西亞發展，係咪會諗起我啊？所以你要俾對方更加去了解你自己啦。所以咧，大家自己試諗下啦，自己留意下自己嘅客戶清單。究竟其實你嘅客戶有幾多咧？你真係夠好了解佢屋企嘅背景，同埋有幾多個客咧，因為你咧而不斷咁樣翻轉頭去揾你去做生意，甚至係佢將佢嘅朋友去轉介紹俾你。由今日開始啦，或者我哋做業務探訪嘅時候啦，都去咧俾大家去認識更多自己，即係你了解對方之餘咧，亦都去俾對方認識你自己。其實咧做生意嘅方程式好簡單嘅啫，先係認識咗你先，你令到我中意你啦，我又信任咗你啦，咁咪可以促成呢個成交咯。好，今日就分享到現在，咁多謝大家。好，唔該晒。